后来继续来看台北、新北、嘉南甲宜兰，因为做风台，总是休一天的风台价。也毋过有网友讲，因头家竟然要求这个风台价爱过来补办，实在互伊真无义，嘛引发着袂少网友的愤怒。有人讲直接甲检举啦，嘛有人讲这头家是真敖敖，哪有迄种风台价爱补办的咧？咱的记者特别去请教着劳动部，讲会使要求补办哦。讲要求补办无违法，但是爱加发着加班费，也就是讲，若要求爱补办，但是无法加班费，安尼就是违法咯。卡罗风台来的时，阳明山的雨受够大，二手坪游客服务中心更加是大忙，看无啥有。北北基宜兰市的县市宣布，伫车赛时毋免上班甲上课，因为网友讲放假真无奈。这个对话记录头家讲安全第一，风台甲零工才个补上班，互这个员工真咧硬气，讲看到补上班就无欢喜。未少网友嘛伫骂讲，直接去检举，哪有迄个风台甲补上班的道理？是讲头家敢会当要求补上班？这点真係网友真关心。劳工的部分，他愿意这个在补一天上班，而且可以拿到全部的一个薪水的话呢，那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啦。要求补上班无违法，不过若是有靠劳工的专勤，也是讲呢薪水无专予人，那呢就袂使，会使罚业者2万块到100万块。啊，若风台价的是，未少乡亲是安尼安排。风雨搁较大，嘛是要去唱歌 KTV 隆重客满，日本的电影拢是呢剩前3排尔，也有人去社保的公司。台北市宣布毋免上班甲上课，也过像台北美丽华、天母的高岛屋甲信义区 AT4 房，昨暝拢同款营业到暗时8点，互这个网友骂讲，这个公司死爱钱，根本就无同理心。那其实劳工他就可以选择不要出勤，基本上虽然没有说要求雇主要给薪，不过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有呼吁雇主说这个部分就最好是不要扣发工资。风台价敢要办，其实劳资双方会使先讲好，毕竟风台天啊上班确实有较危险，也毋过若放假了，确实爱要求补上班，就算无违法，难免会互员工感觉真有准。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